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日照中心常常会用到跟餐后整理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请问大家吃饱吗？吃饱嘞，吃当饱。麻烦老七家往开盘的送到做下。好，顺速的事情，没问题。老纯菜盛饭放到抢色的汁桶。往开盘的放到做下水槽度，垃圾放入垃圾桶，要记得做垃圾分类。询问大家。哦。环境需要大家共下来清理，怎么有舒适的空间？操，大家有志愿，挨来天数出作啊！挨来排灯的，挨做福卡也要天数，挨来成就上班几年，挨来天数记得要较强松。大家动作要较慢点位哦，行路要较顺利点位哦。好，挨要注意。唔看。大家向下做，一下就做好诶。迄讲一三年做，唔对，要做到 nice。询问大家。你是 happy， 你做一些的家务，准做去运动，对身体嘛更好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，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视线腔调，在收拾餐桌前，照服员会确认大家是否用餐完毕。这时会说：“请问大家吃饱了吗？请问大家吃饱吗？请问大家吃饱吗？”照服员请学员饭后收拾自己的餐具，放到厨房。此时会说：“要麻烦将自己的餐具送到厨房，可以麻烦老乞丐碗筷盘的送到桌下，可以麻烦老乞丐碗筷盘的送到桌下。”照服员教导学员处理厨余及餐具，会说：“要把剩菜剩饭放在绿色的厨余桶。餐具放在厨房的水槽里。为了存菜存饭放伫抢色的垃桶，碗筷盘的放伫做下的水槽度。为了存菜存饭放伫抢色的垃桶，碗筷盘的放伫做下的水槽度。”照服员提醒学员别忘了将垃圾分类，会说：“要记得做垃圾分类，要记得做垃圾分类，要记得做垃圾分类。”照服员鼓励大家参与整理环境，可以说：“环境要大家一起来整理，才能有舒适的空间。环境要大家共下来整理。才会有舒适的空间。环境要大家共下来整理，才会有舒适的空间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在收拾餐桌前，照服员会确认大家是否用餐完毕。这时会说：“请问大家吃饱了吗？请问大家吃饱吗？请问大家吃饱吗？”照服员请学员饭后收拾自己的餐具，放到厨房。此时会说：“要麻烦将自己的餐具送到厨房。我麻烦老乞丐的碗筷盘子送到桌下。我麻烦老乞丐的碗筷盘子送到桌下。”照服员教导学员处理厨余及餐具，会说：“要把剩菜剩饭放在绿色的厨余桶，餐具放在厨房的水槽里。为了剩菜剩饭放伫抢色的垃桶，碗筷盘子放伫桌下的水槽度。为了剩菜剩饭放伫抢色的垃桶，碗筷盘子放伫桌下的水槽度。”
照服员提醒学员，别忘了将垃圾分类会说，要记得做垃圾分类。要記得做垃圾分類，要記得做垃圾分類。照服员鼓励大家参与整理环境，可以说，环境要大家一起来整理，才能有舒适的空间。歡迎為大家共下來整理，掌握有舒適的空間。歡迎為大家共下來整理，掌握有舒適的空間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